后来乡亲啊，你有长期咧食胃药啊无？爱特别注意哦。美国药物管理局来发现，有一寡有含雷尼替丁这种成分的胃药啊有致癌物，而且放愈久、温度愈悬，这个致癌物就一直来增加。去年的9月，就先紧急来回收38款的胃药啊。当时律师国来公布着一款越尼定、摩伊定的胃药啊，总共720万粒，紧急落价回收。时常火烧心、胃酸过多，甚至有12指肠溃疡的病人，会使用有雷尼替丁成分的胃药啊，会使互病人较爽快。因过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发现讲，有一寡雷尼替丁成分的胃药啊内面有不纯苯 N 亚硝基2甲胺的致癌物。是律师去年9月份就先紧急回收38款。检验后，又搁上架，想要到今年5月，又搁要求19间的厂商自主检验，最近才伫官网顶面点点公布有一款药啊，叫做越尼廷摩伊定，总共有10批次，720万粒的药啊，爱回收。那时候刚好是遇到疫情期间，那考量到这个药品它的临床效益，所以我们邀请了相关的医学会还有制药工会去了解目前在临床上使用，以及他们在替代药品以及其他的供应链的供需的情况。依照研究发现，讲有雷尼替丁成分的药啊，放愈久，而且放的温度超过30度，那致癌物 NDMA 就会愈济。是讲，敢若去年这款药的使用量就8000万粒。是律师讲，因为厂商需要长时间的检验，所以讲才要求7月31进前提出报告，而且还阁评估代替药啊，伊的产量敢有够，才考虑其他是毋是爱回收所有雷尼替丁的药啊。要看一下自己手边药品的效期，好，超过效期的一定不要吃，好，请民众要放到室内阴凉处。有争议药啊是剩药啊，药品放的方式有关致癌的可能性，伫上架回收结果还未确定进前，乡亲都要加注意相关的小心。